机正当的，互咱小等礼拜停事中间一直拢顺利吼，袂受到搅扰。咱车一定爱检查吼，闹钟吼被关掉，嘛爱关掉。有当时吼闹钟嘛会响哦，你拢关无声音，震动跟闹钟会响哦，大家注意者。好，咱即时来同心祈祷。咱即是备班心来同心祈祷，咱拢坐好，来开始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即是阮备班心来敬拜，恳求你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较无你的心，除去一切搅扰阮敬拜你、亲近你的事。伫过去一礼拜中间，阮经历着无共款的代志。有欢喜，有快乐的事，嘛有真侪挑战、恶当中的事。阮恳求你圣神大能开力，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提醒阮、帮助阮，赢过一切的困难，互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你，无他爱，带着一个敬畏、敬虔、较无心来礼拜。伫礼拜中间，透过你的话语来启示阮，成做阮生活中间的准则，困难中的瓦靠。主啊，阮也特别为着今日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来祈祷，恳求你授予因有属天来的智慧甲能力，无论是讲道的、事情的、事会的、事现。拢得到上帝你圣神来开力，嘛求主你纪念伫阮的教会中间有真侪人破病，也是讲年长的兄弟姊妹，伊无法度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来敬拜你，恳求你施阮怜悯因，你身体健康、身体软者，愿上帝你来医治、来透帮。嘛有人因为拄着困难，也是讲爱上班，无法度来做伙来敬拜你。恳求主你的恩典嘛，甲因伫地，信心甲因同在。主啊，求你特别帮助我今日所讲到的信息，会当鼓励会友，勉励同工，诚做正人的帮助。恳求你信心提醒。互上帝话诚做每一个人会当运用伫阮的生命中间的，不只是了解一个真理，是伫逐项生活中间愿意实行主你的话，照着圣神的感动完成你的旨意。互阮伫生命中、日常生活中行你的路，若无拄好的所在，愿上帝你调整阮。改变阮一切心思意念，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主你。主，阮的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我的心神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请三甲来念圣诗第73首，圣诗第73首，答愿感谢上帝。请兄弟起立念全首。请坐，请三个额头来祈祷。正天父，我要向你出欢喜的声。真主上帝造天地，会光会暗无人会，暝当做日，日当暝，成正万米功劳圆。主啊，阮满心的误会是有罪的人，总是你有阻碍，甲美好的旨意，将独生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成了救赎的祭物。通过主耶稣基督宝血，擦消阮一切罪恶，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当阮入的心，通过主耶稣基督来甲主你个好，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欢欢喜喜，望上帝荣光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。互阮通过主耶稣基督做中保，为着安养中心、甲三子分堂、幼儿园、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教会机构来祈祷，会当落实宣告、牧养、
真做社会祝福。阮也为着咱的国家台湾，伫外交、治安、交通、环保，甲弱势者得照顾来祈祷，佮为着世界受到战争、甲极端气候所影响的百姓来祈祷，求主赏赐有和平甲医治的困难。当阮为你来到你的圣殿，恳求你拍开阮的心门，陪伴心，通过培牧师传讲的信息，开拓上帝的话，圣神的感动甲引带，来激励阮大家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，也互今早起的礼拜对头到尾，真做芳芳的祭，献伫主你的面前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我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祈祷讲。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25篇，诗篇121篇，也伫圣写后壁面第39页。我来刻，请兄弟做伙来印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你是太阳无伤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这时，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罗上帝。所要吟的诗是：有一个名，我真爱听。
这是请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有两位，第一位伫圣诗115篇第1节到第8节，圣诗115篇第1节到第8节，是伫现在中文译本第1166页，现代中文译本是第775页。上主啊，荣光只有归乎你，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，愿荣光归乎你。你哪会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倒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伊的偶像是人的手，用银用金铸造的。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袂看见；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袂闻到；因有手袂摕，有骹袂行，伊嘛无用脑出声。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第1节甲第6节。非利士人甲上帝约柜抢去，对以便以谢分到阿术突。非利士人甲上帝约柜分去大袞的庙，甲伊放伫大袞的边仔。隔日透早，阿是突人起来，看到大袞倒伫上主的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将大袞按起来，伫伊的原位。隔日透早，引起来，看到大袞，搁再倒伫上主约柜头前。面趴咧涂骹，头甲两只手掌拢断去，落伫河顶顶面，只有剩大袞的身躯。因为安尼，大袞的祭司甲所有入阿术突大袞庙的人，到今仔日拢无踏大袞庙的河顶。上帝的手重重拍。阿是对人甲周围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搁互因惊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主祝福囝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今日信息是咱本堂篇目书，题目是假神为拜，真神爱信；假神为拜，真神爱信。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这是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怜悯人的主，恳求你信心帮助扶持，我们伫礼拜中间，愿上帝。你信心引带带领，互阮当专心领受上帝话，互阮注意听，愿意行，伫阮的生命中间照主你的旨意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可能咱真知影有看到人讲妈祖出巡啊，有看到这新闻无？真一阵我逐工看新闻，拍开电视，在报上这条就是妈祖出巡啊，全台湾烧妈祖，你有烧无？无啊，我看到要起笑。伫咱的台湾民间信仰中间是深深影响台湾的。咱讲后一个月是啥物节？几啊节？
人讲是讲，大概拢讲今日拜鬼，无啦，今日是礼拜拜上帝，无咧拜鬼啊。咱是敬拜上帝人吼，但是咱对着咱的旧约之亲，咱的亲戚朋友，因为在拜拜，你有负担，伊传互因无？也是讲你有对这民间信仰，咱要怎样来了解？真侪人吼讲啊，牧师啊，啊，着民间信仰甲有无关系啊？我着信耶稣的人啊，啊，这甲有啥物关系咧？但是我认为讲，咱基督徒爱对着民间信仰有一寡了解。后一个月，人讲就是7月半，就是人讲哦，有人咧祭拜这孤魂野鬼啊，毋是祭拜好兄弟咧，是吗？伊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应该毋是吧？那民间信仰中间有真侪捆绑的所在，所拜神毋是真正的神，但是咱的旧约之亲、咱的同胞、咱的朋友，拢是拜这物件。咱基督徒爱了解这种的代志。咱来看拄所读经文中间诗篇115篇第1节到第3节，伊讲：上主啊，因光酒归乎你，酒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，愿因光归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倒落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咱所相信的上帝，甲其他神明无共款。咱的上帝是照着伊的旨意来做代志。民间信仰的神是有拜、有保庇、有灵城。哦，这神吼拜伊有好处，所以呢继续拜。那拜一仙无效，就换一仙，敢毋是？这是民间信仰，拜假神。受到假神的歹影响，大概看到这民间信仰，咱就受到台湾人真正有遮戆吗？若是无效，绝对袂去拜。台湾人就是真巧，咱的祖先嘛真巧，看到拜这无效就换一仙啊。但是咱的天父上帝毋是即款的神。伊是公义的上帝，信实的上帝，怜悯人的上帝，伊会判断好甲歹。民间的神敢有判断好甲歹？我请问一下，黑道会拜什么人？拜什么神？关公。警察拜什么神？嘛是关公。请问关公听什么人讲？两个拢听。这种是神吗？咱拜的好兄弟，咱用这拜的祭物来甲乌西，安尼是咱是咧运作这神明，求神明袂当亲民大户扰乱咱我厝内底，互公司家庭平安。你这好兄弟莫来，我摕物件互你食，你莫来阮兜，互阮兜拢平安好势，安尼就好。请问基督徒是拜什么神？猪八戒，望大家拢毋捌去过，但是你拜这种神，这是神吗？咱的天父上帝是公义怜悯圣洁上帝，毋是外邦人所看见的。上帝有伊的意思，照着真理来做代志。外邦的神明毋是安尼，咱来先了解你所相信的神是倒一款的神。第二项，假神是人所做的无愧力。拄仔咱所读诗篇115篇第4节到第7节，伊讲伊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做的。因有嘴袂讲话，有目睭袂看见，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鼻袂着。还有咧，有手袂提，有骹袂行，
阁无用闹嗷出声。你感奇怪啊！圣经安尼写五常都无啥物困难，咱的亲戚朋友、故略至亲，拢伫遐拜这个物件。咱台湾人毋是足巧，还是讲圣经写毋对？这五常有困难吗？本来就是无困难，无啥物能力，是人祭拜了后，人拜即款的假神，互魔鬼撒旦有机会入去这所以五常内面，真侪人会当欺骗别人，真侪一个假神来迷惑咱的百姓。所以五常本来无困难，但是人在祭拜，人甲侍奉。真侪某一方面的神啊，即款的神毋是真正的神，所以即款的神，你看空间阁包赢，但是有亏难无？哪参就有亏难，哪参就无亏难。但是那邪灵、魔鬼、撒旦附伫这五常顶头，伊就真侪有亏难的。第三项，真心无需要人来讲的方法。咱来看撒母耳上卷第4章第30节，就咱拄仔所读经文中间撒母耳第5章头前第4章的所在。当以色列军队倒转来赢来，因的长老讲是怎样上主今日互咱太师非利士人？咱来去谢罗跟上主的约柜来食，安尼伊伫咱的中间，会救咱脱离对敌的手。这则经文就写讲，迄当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相杀，输去。因长老伫遐讨论啊，哎哟，咱战败吼，一定是原因啦。不管什么原因啦，将那上主同在约柜来甲赶过来，咱一定会赢，敢会赢？嘛是共款输啊！你讲这约柜毋是上帝同在的象征吗？甲赶过来，那会无效？你去看圣经也安那写，迄当时讲以利两个囝，甲这军队做伙来甲非利士人相杀。其实以色列百姓甲以利两个囝拢无做好代志，上帝太会甲因同在，就算你甲约柜赶去，嘛无效，所以又完，或者非利士人所战败。所以有当时咱看到真侪人，看到这在讲这神教。这妈祖出巡，敢若真厉害。这是因的神明，咱的上帝毋是这款的上帝哦。咱来看撒母耳上卷第5章第30节，伊讲隔日透早，亚述陀人起来，看到大棍倒伫上主约柜头前，面趴伫土里涂骹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将大棍搁踩起来。伊的原位，佮踩起来，放原位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是非利士人去搬叮当的吗？为什么大棍这神假神倒伫约柜头前？什么人去搬？迄足重的呢？你搬袂叮当的，是上帝家己所做一切，毋是人所做啊！无人。看到就这大棍这假神就拍败伫约柜头前，表示安怎？上帝权柄超过这假神啊！上帝无需要你来证明我是上帝，上帝无需要咱基督徒证明上帝就是上帝，因为上帝家己要证明我是唯一的主宰，你所侍奉的上帝。以色列百姓更加约柜代表上帝同在，但是上帝无甲因同在。约柜到伫遮对峙的所在，对伫的庙的所在，大棍这假神的边啊，
但是大棍是拍败伫上帝面前，无人去搬。上帝自然证明，伊才是真正的真神。伫咱民间信仰，可能有一寡困难，可能一寡神业技术，迄毋是真正的神业技术，迄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！咱来了解，咱所侍奉的上帝，才是真正的上帝。有当时你咧甲人传福音的时，你们毋免甲人辩论啊！我的神是真神，你的是假？互上帝证明，伊是真正的真神上帝。以赛亚书第46章第1节到第2节，讲比勒拍落去啊，尼泊拍落去啊，这个巴比伦的神明系伫遭受甲真死的卡车边，恁伫讲这个偶像，诚做亚神的真死的重担，因已经拢跪落去，拍落去。我都救家己的，颠倒互敌人抢去做战利品。你咧讲这巴比伦所拜这假神，爱人讲啊，因我都救因家己。世界的假神，嘛哪参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，这个拢无厉害。这拢无效，只有上帝是真正上帝。这假神要诚做这真神的重担啊，嘛要诚做人的重担。咱的百姓所拜的这个妈祖，伊光的妈祖要诚做因未来的重担。咱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但是咱的生命中间，有当时咱更约柜的时，哪参像将约柜当作神明啊？伫咱的生命，伫咱的教会中间，有将什么款的约柜，诚做咱的神明吗？伊毋是咱真正的上帝。这是什么所在？你知？这屏东的所在，天主堂啊，伊毋是亚妈祖的。伊是带这玛利亚游行的，我想讲这基督教吗？毋是天主教。这款的代志，伊嘛是跟玛利亚四界行，放炮啊，弄鼓啊，这是对的信仰吗？应该毋是吧？伫咱的教会，伫你的家庭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有这个假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影响咱的生命嘛？讲哦，这真好啊，甲文化同款啊，这就是学台湾人的文化嘛。啊，这文化哪有要紧？大家来学嘛，文化真重要。敢是安尼？文化甲信仰有一条界线，咱袂得超过这条界线。你我的信仰，上帝啊，咱诚做圣洁公义的神的子民啊，有一条界线你袂当超过。文化，台湾的人文化嘛真好的所在，但是毋是讲每一人每一项拢是对的哦。你家族中间有一寡习惯无？拢是对的吗？你信仰中间？有啥物要反省的所在？按上帝信心启示咱所讲的是约柜，还是讲咱敬拜的是真神啊？你拜的是约柜吗？你有上帝同在吗？你有行伫上帝所指示你的路吗？真神赢过世间一切假神。撒母耳上卷第5章第4节讲：过日透早，因起来看到大棍，佮倒伫上主约柜面前，面
趴伫涂骹，头壳甲两支手掌拢断去，就剩大袞的身躯，无人去叮当，不律师人嘛无去叮当，但是呢，大袞本来踩起来，肯定原位，搁倒伫遐，搁一摆证明上帝赢过世间假的神明。你我所拜的神，毋是民间信仰的神，毋是会当操作的神。咱都必须要领受上帝话，照着上帝旨意来行。你看，伫第60个所在讲，上主的手重重拍这亚述土人，甲四周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搁互因惊，所以因惊。哇！以色列人所拜神，这是真正的真神啊！因已经回息咧，想办法将这约柜还转去，有无？你若真正有看圣经，你就了解我讲的意思。所以伫咱信仰中间，你我相信的神是国外国真的神啊！但是咱这代咱经验到，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，拢有经验到，咱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吗？你怎样证明？你当了解？你当分享吗？我最近看一本册，是王武昌牧师所写的册。这套册讲本土化福音这系统中间有一本册叫《收惊祈祷教会官兵》。92大地震的时啊，中寮所在有一个人死去。有一个动机，细弹的动机啊，或者地甲骹正起来，骨头垂去，双骹拢正起来，大腿的骨头正起来，双骹袂当行路。这动机吼，真奇妙哦！伊按时啊民望着一群人来甲伊探访，甲伊传福音。过了几工了后，真正福音队的人来到因兜，甲伊传福音啊！伊讲：哇，甲我梦中所看的人，即群人拢同款的，面拢同款，伊真着惊。伊讲啊，伊伫遐下员讲，伊讲按时啊，伊下员讲，若是你相信，若是你把我医治好，互我惊按时好困。我就相信耶稣。福音队的人为祈祷啊，其实伊无讲出来，心内底伫遐想啦。好啊，你甲我祈祷，我若好，我来信耶稣。讲按时啊，福音队为遐祈祷了后，真奇妙的代志发生。伊无需要伊太太扶伊去便所，身体愈来愈勇，按时好困，早起。每一天哦，伊就感受到天使甲伊抓伊的骹，按摩咧，抓骹。每一天哦，一礼拜了，马上就好。迄医生讲：哇，阿你啊好遮紧，马上会当去上班。哇，这是什么人的作为？上帝超过世间一切的假神。真奇妙代志，第2项代志发生啊！有一个，伊咧公庙内底做当机嘛，伊一个朋友姓廖的嘛是当机啊，鬼拢走去，因四面30几档的鬼拢走去，这细单的当机，身体、灵魂体拢得到医治透棒，鬼拢30几档的鬼哦，地条条拢走去细廖的这个当机顶头，哇！哇细廖的身体无好。袂食袂困，王牧师甲问啦：啊，恁遮做当机的，毋是拢会晓赶鬼？啊，你身体鬼，你也袂当家己赶？迄细了的当机讲，迄真是伊讲哦，阮当机在赶鬼是大鬼赶小鬼，
互你暂时拄着好，爱付出代价呢？伊讲吼，迄乃是生命，付伫我身上的时吼，我嘛毋知是啥，迄敢若罗马甲我操作，叫我摕刀安尼扑一个，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，我真痛苦呢。你就讲，我讲，伊讲做当机真衰，你知影？伊是无家己意愿要做这代志的，是所有的假神生命付伫伊的性命中间，该操作。后来，伊嘛是挡袂牢，请教会为伊祈祷，兄弟姊妹为伊祈祷。真正，伊祈祷了后，伊甲伊太太，伊得到完全医好，这邪灵、这污秽垃圾的拢出去，所以伊甲伊太太拢来信耶稣。伊咱台湾是民间信仰真侪的所在，你要怎样了解这民间信仰？不妨咱来看这册，这册吼非常薄啦。这套册只有6本，拢非常薄。你看了后就知影要怎样了解民间信仰，甲因对话。所以对着民间信仰甲其他宗教，咱态度是安怎？头一项，你爱明白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这个属灵的征战，毋是讲上帝徛伫遮，魔鬼撒旦伫遮，演来演去，诱来诱去，毋是啊，是上帝已经战赢。这个属灵征战是上帝已经赢，但是呢，一定胜利。但是上帝邀请你甲我来参与这属灵的征战，加做伊的萝卜，加做伊的军队，来互上帝来使用。毋是演来演去，上帝一定会赢。但是你别人讲牧师啊，咱尊重别人的文化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文化，这是阮亲情朋友因就是对祖先到即摆拢安尼啦，袂当甲人黑白讲啦，这是爱尊重。你看迄妈祖出巡哦，你会为伊祈祷无？你也认为这只是文化，你袂为因祈祷？我看到一寡宣教师、一寡教会为着这出巡在行小妈祖这群人为着因祈祷啊，求上帝改变，求上帝讨白。你若想讲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拢无要紧，你会为因祈祷吗？中原普渡的时，大家在拜，这是咱的文化吗？这是对的吗？文化中间嘛有好，嘛有歹的所在。你还知影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耶稣邀请你，邀请我，加做你的朋友好的帮衬。你要将福音传给伊啊，互伊无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绑，互伊真正有平安甲喜乐。但是第二项，你要先理解对方的背景甲想法。伫民间信仰中间，咱爱了解为什么安尼做。你基督徒毋通是讲阮基督徒外高尚诶，你信才会迷信啊！唔爱，阮这基督教这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宗教。你看袂起因吼，你就毋免甲伊传啊。你必须爱了解别人在想啥货。伊信仰的背景是怎样？你才有都会当有宗教顶头的对话啊！讲牧师啊，你讲这跟我无关系，因为你无在传福音啊。你为什么会想要去了解民间信仰？毋是讲咱要做研究呢，是为着咱要传福音。第三项。用祈祷来拍开属灵的门。你若有心要传福音，有一项真重要，你必须要祈祷开始。顶个月底，我带我的
拍乒乓的朋友，爸仔囝信耶稣啊！哦，我非常欢喜快乐，因为伊嘛是客人。我了解这个家庭，了解因的需要，我用因来传福音。就遮贵宾室迄个所在，哇，非常欢喜。但是刚开始，我是对祈祷开始，为着因全家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因带领，拍开因硬的心，互心柔软，了解因属灵顶头的需要，家庭的困难，为着因来祈祷。为着因来祈祷，规日啊祈祷，我相信上帝会当做，咱人无得做。咱爱顺服谦卑，愿意服侍心，来甲主做伙来同工。你知影九二大地震的时，真济军队的这阿兵哥啊，爱搬尸体咧，搬到后壁拢困袂去。部队这连头啊，在这部队拢无法度讲啊，大家拢困袂去，惊到要死。互你逐工搬尸体，看你会惊袂？你撞一下当然袂惊啦。一般的这阿兵哥拢少年啊，搬尸体中间，逐工搬，才会惊到袂困的啊。嘛走来找教会王牧师这福音队帮忙。为着因祈祷，就好困啊！新闻报纸嘛有刊啊，讲你知影，伊为着即群有需要人来祈祷，而且有人伫遐议论啊，无信主的人讲，伊是写收惊嘛，对无？但是有两字毋通袂记哦，伊讲免费收惊。但是呢，伊咧食饭时听到迄厝边头尾伫遐讲，吼，这基督教真凶呢，连这收惊的生意嘛要手去做。伊讲无啦，阮是免费收惊啦。当因咧祈祷的中间，开始改变，上帝做工伫即群有需要人的中间，人会当做会到无法度。若毋是上帝的命，若毋是祈祷开始，人的性命袂转变。第四项，用关怀见证来分享。你要带人信耶稣，你是代表主耶稣来到因的性命中间恩义团。你有带着上帝的命甲听无？还是讲你在讲一个真水的道理，福音的道理，但是无稳定甲听。所以咱牧师来鼓励咱每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用关怀、用见证来分享咱所信救主是怎样福音的道理。当咱向别人传福音的时，咱代表主耶稣来到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的性命中间，恩因讲话。你家己信主的见证。也是讲媒体中间有真侪人信耶稣见证，照着因的需要，互因看，互因听，因的心会柔软。上山尾，我需要提起讲，一个人决志信耶稣了后，上介重要是邀请伊去小组。为什么？因为来礼拜吼，听无牧师咧讲啥，什么是撒母耳啊？什么是以赛亚？拢唔知影，所以邀请伊先来小组，会当讨论，会当分享，会当帮助伊的灵命成长。无伊到伫礼拜堂中间要出单，要奉献唔知，要摕落去啊摕起来，真困扰啊！所以你若带一人决志信耶稣，引带因来到小组，甲因栽培。帮助伊性命不断来成长。你若有心要传福音，咱来对民间信仰有了解。我看到真侪学者对着民间信仰研究甲非常彻底，
调查非常清楚，历史啦、什么原告啦、什么调查非常清楚。啊，问伊讲，你有捌传过福音无？无。但是王武昌牧师对着民间信仰有了解，但是伊嘛愿意时常传福音啊。今年9月12号，邀请伊来到教会分享，来讲见证。欢迎兄弟姊妹来听。你也对这个民间信仰有了解啊？你要让人传福音，你若无了解对方所想的代志，是要哪传，是要哪对话咧？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愿上帝信心提起咱，帮助咱，今生阮的性命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恳求你拯救阮台湾同胞，阮的骨肉至亲，因受到黑暗的关系来欺骗，毋捌你，无了解你。你是天顶的主宰，唯一的救主。愿恳求你拍破一切魔鬼撒旦的计划，互因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明白真理。相信耶稣君地主，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土地，充满着偶像的崇拜甲民间信仰，甚至有人利用宗教信仰来影响别人，欺骗信徒，骗人之财，互人陷入伫无限的痛苦的中间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的百姓。互主你的真理遍满全台湾，互人的心会当转变，人的心改变。恳求天父上帝嘛，守护上联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这款的传福音的使命。今年阮的目标就是讲承先启后，福音讲传。愿上帝你使用阮的性命，诚做阮的亲情朋友、骨肉至亲好的帮助，互因脱离这黑暗，入去上帝光明的国度内面。祝阮同心祈祷，来上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三角来吟圣诗第267首，267首，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。请兄弟起立吟全首。你。
请坐，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咱三甲起立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阮的名声、地位、钱银、健康甲岁数，拢是你赏赐。求主怜悯，阮无掠只会做瓦靠，独独自信仰望主上帝。阮搁一摆徛伫你面前，谦卑仰望。愿阮所奉献的，甲家己的所有，成做活祭，分别做成，互你采用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我来报告，请拍开周报的第4页。父亲节活动，父亲节是一个值得咱感恩的日子。团部委员会特别设计无有穿丰满的英雄祝福卡，放伫1楼、7楼、10楼、11楼门口桌顶，
真诚恳邀请兄姐做伙来写卡片，对阿公、爸爸、先生，或者是任何伫你的生命中担任爸爸角色的人，表达祝福甲感谢，将听的心意送予对方。过来第6页，吴伯庄讲义所专题演讲。要伫8月初9主日中昼12点半到下晡3点，特别邀请谢金河董事长前来专讲。讲题是全球政治经济新局下面，台湾的机会甲挑战。即摆讲座咱自由入座，无限报名。简餐的登记，敢若开放，互咱教会内部来登记。咱请团契的客友直接对各团契会长来登记，并且各团契小组负责人前庭干事统一登记。所有登记是到8月初5早止。过来，装备委员会中级信用训练课程第1，日期是8月22日拜六9点半至12点。讲师是林彦成牧师，地点是伫9楼联谊厅，内容是教会建堂的意向甲规划。对象特别邀请中级报名参加，也欢迎会友甲有对建堂有兴趣的兄弟报名参加。报名咱通扫咱的 QR code 来连接报名，或者是到办公室找罗静婷干事来报名。以上欢迎来宾，咱要请谢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内道。毋知伫咱的中间有头一遍来到咱中间做伙来礼拜兄弟姊妹无？无吼，咱即时来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特别为着教会中间有人破病久久的人来祈祷。因的心虽然非常渴慕主，但是无度来到阮中间做伙来礼拜。主啊，恳求主你来医治，你稳定领导因。但是伫久长破病中间，互因失去了信心甲仰望，甚至厝内底人嘛失去耐心甲疼。无论是眼睛，也是其他的病痛。总是互人心灰意烂，失去快乐，失去平安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来医治，来透帮，因为你无限的稳定，互因会当得到医治。你信心来安慰扶持，无搁悲伤，无搁流目屎。主，阮知影，虽然现代医疗非常发达进步，但是，阮深深了解，若毋是主你医治的手能够，阮所做有限。尤其是伫厝内底，有人家庭中间，有人有精神方面困扰，时常出出入入伫病院中间，也是讲有侪侪身体的检查。阁毋知什么原因的事，主，阮恳求你扶持帮赞，安慰每一个受伤不安的家庭，得到上帝完全医治。透过阮的祈祷，透过阮的关怀，互因领受上帝稳定甲疼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咱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这是请来吟线会诗第514首，514首，当要线会求主赐福，请兄弟做伙起立来吟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听叹、圣神感动，甲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主过来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谢阮强受车客。